歡迎返嚟廢噏營火會。今集係一個新嘅系列，叫做真廢噏。呢個系列會冇咁多咬文嚼字同埋資訊性嘅嘢，會着重返喺個人嘅觀點上面，同埋歡迎大家熱烈咁樣去討論。今日我想講下關於食素嘅嘢。話說早前喺 Threads 見到個 post 係關於食素嘅，好奇問：如果食素嘅初衷係唔殺生、憐憫之類嘅話，咁點解唔可以食自然老死嘅動物呢？同埋點解冇見過食素嘅提倡唔好着羽絨或者其他動物皮製嘅衫同埋袋呢？相信發文者應該係台灣嘅中學生。我之前喺台灣生活過，見到台灣嘅環保意識同埋保護動物嘅意識咧，其實都高過香港。食素嘅人都多過香港嘅。但係有樣嘢要留意，要分清楚食素同埋素食主義。喺香港，相信唔少人都信佛教或者道教，又或者係屋企人信啦，所以對初一十五食齋呢個概念都唔陌生嘅。根據齋戒文化，初一同15係象徵喺月頭同月中要清心寡欲、調伏身心、避免殺業同積存福報，係視為修行嘅一種。咁即係好事啦。但點解一個月只係食2日齋呢？同埋點解限制喺食嘢度呢？其實動物嘅屠宰唔只係變成食物嘅，仲有好多嘢都係用動物嘅皮毛骨骼嚟做成嘅喎。我相信有部分虔誠嘅教徒係會連呢啲都唔用嘅，但我亦相信只係少數。多數人都係照坐牛皮梳化，冬天照着羽絨褸。冇錯啊，就係有咁多假惺惺嘅人咯。其實 Green Monday 都一樣，最初 Green Monday 嘅理念可以等大家慢慢接受食素，同埋睇下自己係咪適合而轉為素食者。但係嗰啲打住 Green Monday 嘅旗號嚟打卡，然後又繼續用殘忍動物實驗嘅洗頭水、化妝品、護膚品，咁其實你知唔知道食素係咩意思呢？呢個就正正中咗原鋪嘅第二個問題，而且淨係諗到啲動物因為我要食佢而死，覺得好慘，但冇諗過原來我哋身邊好多產品都係關動物事嘅，就變成一邊食素一邊繼續用動物製品，聽到係咪覺得好矛盾呢？嚟到呢度一定有啲人已經喺度鬧啦，你一個唔食素嘅人喺度阿支阿裝摩洛哥。但作為一個非全素食者，其實我都試過食素嘅，除咗試下自己適唔適合之外，都希望真係可以對個環境好啲。但比起上嚟，其實食肉係更加有飽足感，再加上喺香港出街食飯咧，食素其實係唔方便嘅，同埋唔係個個都咁好人會就你食素咯，所以冇成為素食者，但亦都唔排斥食素嘅，同埋喺有條件底下會優先揀啲冇動物實驗嘅產品嚟用。而呢個亦係第三種食素嘅人，真係好簡單，想個環境好啲，想啲動物好啲。但就係呢個咁簡單嘅動機底下，係有一層層好複雜嘅網包住。首先，我哋一向都係被教育畜牧業會排放大量嘅溫室氣體，尤其係牛，會加劇溫室效應。但其實係忽略咗好多嘢。環境嘅破壞唔單單只係溫室氣體變多，仲有資源嘅消耗同回復呢。我哋每日食嘅瓜瓜菜菜都係經過大農場而嚟嘅，但大農場去邊度有咁大塊地去種嘢呢？就係斬樹咯。因為農業而消失嘅森林係超過70%，水資源亦一樣被大量消耗。舉個例子啊，被譽為超級食物嘅牛油果係高耗水量嘅農作物嚟嘅，每公斤至少消耗1000公升嘅淡水，係橙同香蕉嘅2倍，係蘋果嘅5倍。而且超級食物呢個名咧，都只不過係 marketing 作出嚟呃你買嘅啫，仲食唔食就自己諗啦。如果想知道多啲關於牛油果嘅嘢，可以去睇白兵講牛油果嗰條片。第二，如果你認為以上都係吹水嘅話，咁我哋就睇下如果全面唔食肉，抵制畜牧業會發生咩事。呢班係for極端素食者嘅。全球有超過1.5億嘅畜牧業從業人口，佔全球農業勞動力嘅20至30%。如果要從此就唔食肉，就即係打爛至少1.5億人嘅飯碗，仲未計畜牧業以外相關產業嘅崩潰。佢哋可能呢一世人都淨係識得養豬牛羊，甚至好幾代都係喺呢個產業入邊。種種加埋，估計全球嘅 GDP 會損失2至3%，即係大約2兆美元。
如果喺發展中國家嘅話，預計因為糧食產出下降，喺幾個星期內會引發饑荒同埋食品價格暴漲，而長期嚟講會令到我哋營養不良，同埋增加公營醫療系統嘅負擔。排唔到公營醫院又冇錢睇私家嘅人就唯有等死咯。影片嚟到最後，呢條片唔係想批評食素或者啲乜嘢，亦唔係叫大家唔好食素，要食肉先好。上面嘅內容其實係 Google 同埋問 AI 都會揾到嘅。呢條片係想大家由食素嘅角度出發，諗下我哋去決定做某一樣嘢嘅動機係咪真係我哋諗咁好，同埋唔好太過自我感覺良好，啲嘢只係做一半唔做一半，甚至只係做表面。咁條片就咁多啊，我哋下個營火會再見，拜。